Hello，歡迎嚟到 Lavie 嘅 channel。我哋今日要整嘅係聖誕版本嘅俄羅斯刺繡，咁就要整嘅係好得意嘅聖誕樹。首先需要準備以下嘅材料，咁之後呢，就可以攞出你嘅刺繡框啦，同埋刺繡布啦，將塊布呢拍返去個框入邊嘅，記得要扭緊。之後呢，就可以攞返你嘅刺繡筆啦，同埋引線出嚟，將個筆啦夾返去絲嘅位置，然後啦將個引線啦喺筆尖嗰個位啦嘅窿窿嗰度穿入去，穿到盡頭。之後呢，再攞返你第一個要篤嘅線出嚟，穿入去，然後喺另一邊度拉返出嚟。然後呢，調校好呢一個線嘅長度，之後呢，就開始篤㗎喇。篤嘅時候要注意啦，筆尖圓圈嘅位置要向下嘅。之後呢，就可以好似影片咁樣，慢慢好似轉圈圈嘅方式咁樣去篤嘅。篤完之後呢，你就可以撳住嗰個底部啦，然後拉返出條線，將多咗嘅線剪咗佢。之後呢，就可以換另外一隻顏色，之後就 keep 住喺度篤啦。篤完之後呢，你就可以攞返呢一個易溶膠啦，之後呢，喺底部嗰度呢，將佢填滿嘅。咁呢一個部分呢，你都可以用酒精膠水代替嘅。然後就可以拆返個框出嚟，攞出鉸剪，圍住邊邊嘅位置剪大約1cm 左右嘅距離嘅。之後呢，就可以喺邊邊嗰度啦，大約係1cm 啦至到1.5cm 咁嘅距離啦，之後剪好多嘅小格仔。然後就可以再次攞返易溶膠槍啦，慢慢咁樣擠少少，然後呢，將嘅小格仔啦黐返入去裡面嘅。咁呢一個部分呢，如果你係同小朋友一齊製作嘅話呢，咁就強烈建議用酒精膠水嘅，會冇咁危險嘅。然後呢，你就可以攞返呢一個嘅底部出嚟啦，一個不織布嘅底部啦，之後喺裡面擠咗少少嘅膠水啦，或者溶膠先，然後黐咗落去先。之後呢，先再喺邊邊嗰度慢慢咁樣加膠水啦，或者溶膠啦，慢慢將個邊邊呢黐埋佢嘅。然後就係再一次攞出你嘅鉸剪，慢慢咁樣咧，你可以好似影片咁嘅，慢慢咁樣一個圈一個圈咁樣剪。又或者咧，你可以將鉸剪平放咁樣一條線一條線咁樣剪，但係注意星星即係黃色嘅部分，你要剪得慢少少嘅。你可以將所有嘅圈圈啦，全部都剪晒佢先。之後啦，先再攞鉸剪或者牙籤啦，慢慢咁樣將唔同顏色嘅嗰個分界線啦，慢慢挑返出嚟先。之後呢，先再整體咁樣去修剪個長度。呢個過程呢，會比較花時間嘅。咁之後啦，剪星星嘅部分啦，係慢慢咁樣去修剪。咁如果你覺得呢個部分係會比較困難嘅，你都其實可以將佢剪成一個圓形嘅波嘅。
剪到一個你覺得滿意嘅一個狀態啦，咁你就可以黐一啲小毛毛球落去啦。咁你都可以唔黐嘅。咁我呢一條片裏面呢，咁我就冇黐到呢啲小毛毛球嘅，但係呢個係一個參考啦，你可以自己選擇嘅。咁完成咗之後啦，咁其實成個作品呢就已經搞掂咗㗎啦。咁我哋呢一個系列啦，仲有另外2條片嘅，如果有興趣呢，都可以係去睇翻啦。咁呢一個呢係有材料包出售嘅，有興趣都可以留意翻下面嘅資訊欄啦。咁我哋今日條片呢就差唔多係咁多啦，感謝大家嘅收睇，拜拜。